中国国民党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好，安尼赛。肯定会实现承诺啦。来。好。好。慷慨赴义。再见啦。有以为啊。可以吗？给一个机会。胸前。你来练习呢？哎，对。老实讲，我们是感觉上，我们的登记来这些建言哦，我从事民的政治加固了哈，所以有加固。老实讲，在我们身边的很少年轻人，就这样个国民党登记来，以民主政治这条路条，在野党竞争，还是讲叫这种竞争，输为一边所以我们还是加诚恳的呼吁，中央要跟年轻人走在一块。有年轻人这个政党靠新血人加入，这个政党靠希望。可是我们几十年来真的看不到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契机。我们还是希望中央东部这些名单要更改，多给一些年轻人一次机会，安呢年轻人才会喜欢中国国民党。从中国国民党靠比来，如果这个名单平均率再管，你想看社会的观瞻对国民党会怎样？我们还是再次呼吁中央给年轻人一个机会。智能的哈，希望中央听到基层的声音啊。好，谢谢，好。OK， 好，等一下，大概，谢谢，等一下，好。哎呦，是高会啊，有兄呢。冇紧，没冇事。冇事。你石头挂掉。你赶小豆苗。咩，干嘛？我给你量血。弄你石头。你拿起来哈。秋千。还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吗？别，啊，较深我就袂受伤啊。